乡亲啊，有关这个买喙罨，为一开始排队排甲长落落，进步甲会当伫咧网络购买，到即摆会当到4大超商轻轻松松完成注文。这拢要感谢咱的喙罨国家队有一阵科技的精英，无暝无日的努力。咱就来熟悉这阵幕后的功臣。敢若因为药师伤过无用，摕唔到健保卡，竟然有人叫伊来回失咧。啊，阁有人伫药师你无用的时阵偷喙罨，咱伫药局排队买喙罨，到喙罨2.0先注文才个买。啊，阁有做者长辈袂晓用。不会上哦，不会，当场买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。孩子有没有说啊？妈，我教你啦？我也不愿意学。长辈的心声，政府听到啊，对复杂的自然人凭证加上健保卡网络注文，到即马超商直接预定。咱来看长辈使用的情形。小姐，这个要哪个？哪一个？那边口罩。甲健保卡摕出来，面对超商的机器袂晓用，无要紧，店员来帮忙。先甲健保卡插入去，起防疫大作战，电话。丢票。OK， 退钱哦。甲白色的单摕去柜台户籍就会使啊。真方便呢！以前2.0的时候，我也袂晓用啊。即马开始的时候拢去药局排队，要排足久的，排点外钟啊。即马3.0这，我感觉真好用。正紧又个方便的系统，是足侪位工程师拼暝工完成的。晚上8点就结束了。对。那我们要做什么？要收款，然后要传给健保署。离办公室是1年1摆，拄到状况也是困难，专写伫白板顶悬，来到因工作的所在 ，eMask 这套系统就是因做出来。政务委员唐凤鸡排任务因来完成，收起同时无用器材的情形，真正用爆肝来形容。平均睡眠时间大概都是能有5个小时就不错了，不然会有睡眠不足的感觉。但是工作起来是觉得还蛮开心的，尤其是口罩这么重要的任务。同时就来看这台电脑的，把这期所有人注文的喙罨的量给算出来。含银行、健保署、超商、电信公司嘛，拢爱通知会已经到啊，拢总15个单位，资料爱整合。因为我家住宜兰，所以我每天都是这样来回。如果说半夜再回家的话，我再回来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睡觉，就是忙到可能2、3点之后，在旁边休息一下，吃饭就不正常，休息也不正常，所以现在已经大概瘦了10公斤左右。每一个跳动的数字都是够人理买啊，嘛爱保证系统袂宕机，还有资讯的安全，拢爱做到足条文的。大数据做出来喙罨地图，台北市、新北市拢是70到93万人左右，其他亲像是新竹市、台中市、高雄市，嘛有15到26万人左右。对这就看得出来，都市注文的量较悬，还有注文的时间以及男女比例。就从网络上可以预购，到现在所谓的便利商店就可以买到。那这样多元的一个拿到这个口罩，让民众更方便。那当然有这样一个国家级任务，我们责无旁贷。除了喙罨3.0，这个时机佮拄到5月报税，系统应该是爱超前部署。今年报税嘛延到6月底，去年431万人伫网络顶悬报税，今年拄着疫情，网络报税人应该是愈侪，这嘛是一个大挑战。还要再多调度的人员来一起来这个做分流，包含我们的机房要分流，流量要分流，同仁要分流。北区国税局嘛讲，希望今年大家当尽量去处理网络报税，较莫去公共场所咧。咱做幸运呢，有这阵疫情的工程师，拄着困难，嘛去解决。疫情期间，大家做伙来拍拼。